OK， 2009年第50條題目就話喺 figure 入邊 AB 係 tangent，咁喺 A 點掂住圓形。咁如果 AB 等於20，BC 等於50，咁就要你揾 the radius of the circle。咁首先我哋假設呢一點係個圓心，咁我哋畫一條線去 A， 畫一條線去 C， 咁同一時間我哋都畫一條水平嘅線。咁呢一條線其實係同 AB 係平行嘅，咁因為而家呢一個係長方形啦，咁所以咧呢兩條邊都係20。然後啦，其實呢個同埋呢個都係圓形嘅半徑，跟住啦，留意下呢一個長度，因為呢個係50，呢個係 R， 咁所以呢個呢其實就係50減 R。咁最後啦，因為呢個係直角三角形，咁所以呢，我哋就可以用 Pythagoras theorem 計 R 嘅數值。咁20 square 加50減 R 嘅 square 等於 R square， 咁啊400加2500減100R 再加 R square 等於 R square。咁因為兩邊都有 R square， 咁所以呢就一齊約走啦。咁最後100R 等於2900，咁所以 R 就等於29啦。所以答案就係 C 啦。